一向人見人愛嘅阿幾，今日冇晒心機。阿幾早晨。阿媽冇教你要有禮貌咩？點解你今日淨得麵包食嘅？媽咪冇煮午餐俾你咩？阿仁察覺到阿幾好似有啲心事喎。阿幾，你係咪有啲心事啊？多謝你嘅關心啊！我媽咪病咗喺醫院，所以我好擔心啊。原來阿幾媽咪喺醫院，所以佢先冇晒心機同埋冇帶飯盒。今朝我仲怪佢冇禮貌添。阿幾，你食我個飯盒啦！我琴日錯怪咗你，對唔住啊！多謝你啊！我琴日都唔應該唔同你打招呼嘅。希望阿幾媽咪可以早日康復。有同學仔嘅關心同埋每日一齊祈禱，阿幾重拾積極樂觀嘅心情，相信媽媽好快會好返。